灯在呢，灯怎么开啊？我们到家了之后，我去触摸他的颈动脉，发现没有脉搏，没有呼吸，硬得一塌糊涂。这种情况是没有抢救指证的。拉心电图，马上拉。我跟你说，他多大年纪？属虎的。属虎的，本身有什么疾病？没有，没有什么疾病啊？检查出来都是好的。西江都出来了，什么时候？最后发现他是什么时候？早上。最后发现他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还好的。昨天晚上几点钟？今天晚上那个他回来睡觉的时候，应该是10点钟的样子，还是10点钟还是好的。让我给妈妈先打个电话。对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没有抢救指证啊。以前心脏好不好的他？好的，都好的，他现在没有一个不好。My God！ 妈妈，你赶快过来帮忙把带走，你把带走。那这样，我给你开死亡调查表，开完死亡调查表，你直接到社区那边开死亡证明，让火葬场来拉。这种情况医院都不用送了。拉火葬场之后，选个日子。他昨天睡下去之前在干嘛？他就反正像平时一样，稍微玩了一下，在客厅里饭食也吃了，回来以后就正常的，白天都在上班，然后回到家里面就开始吃饭，然后玩了会儿游戏，然后给儿子洗洗弄弄就上床睡了。平时爱熬夜吗？不怎么熬夜，他睡得比我还早。哎，那你昨天晚上不是跟他睡在一起的吗？我跟儿子睡。哦，你跟儿子睡。晚，嗯。他先睡了。你把他的身份证拿过来，撤了，东西撤下来。你不要进那个房间了，你就在客厅里玩，好不好？知道。嗯。那我进大房间不 OK 的。对，你不要进爸爸那个房间了。给他被子盖一盖，里面的把被子盖一下，盖上吧。